去過白天鵝或者去過梨園食飯，亦都知道佢哋有一個國寶級嘅甜品杏仁茶，一碗要60幾蚊。杏仁茶好多人中意，但係點做得佢香滑冇渣？記者亦都有幸認識咗白天鵝嘅大師傅，學咗佢呢個杏仁茶，我毫無保留咁今日嘅教俾我嘅粉絲們，記得點讚加關注，因為呢個杏仁茶對我哋女人嘅皮膚非常之好嘅喎。做杏仁茶嘅材料非常之簡單，杏仁、白砂糖、雞蛋。記住雞蛋一定要選用可生食嘅雞蛋，因為我哋等陣有啲蛋白係80度水左右撞落去嘅，非常之滑。杏仁一定要買甜杏仁啊！甜杏仁即是我哋俗稱叫藍杏仁，提前4到5個鐘頭浸一浸佢，浸過之後等陣再打，個杏汁係非常之滑。6碗嘅杏仁茶，半斤杏仁就可以啦吓。洗乾淨嘅擠落個鍋先，即刻擠啲水落去，煲佢15分鐘，等佢嘅口感更加絲滑。攞翻出嚟攤凍先。點解話攞翻出嚟攤凍呢？我哋等陣用一部破壁機打蔬菜汁嗰個鍵，所以一定要攤翻凍佢。如果佢唔係打唔到噶。我哋今日嘅整6碗杏仁茶加3隻可生食嘅雞蛋，我哋淨愛啲蛋白，有幾爛盡量打佢有幾爛啊！上下啲蛋更加滑，用個墨西過佢，攞出我哋家用嘅破壁機，啱啱煮好嘅杏仁擠落去先，加夠嘅水。果蔬鍵開始，你屋企嫌佢燥嘅，仲可以靜音嘅喎，你睇幾靚，即係個廚房特別吸引人，好似藝術品咁啊！果蔬汁呢，佢串起嚟3分鐘一次嘅，我哋就打2次，總共係6分鐘。點解打2次呢？等佢啲杏仁打得更加細膩啊！好嗱，我哋呢間將佢攞出嚟，招呼親朋戚友，整翻個杏仁茶，真係白天鵝咁嘅享受啊！幾靚，過一個嘅墨西。絲滑滑，將隔好嘅杏仁汁擠落嚟。有人中意用冰糖，因為慢火滾啲，我覺得用砂糖會比較容易用啲甜度隨自己。有人唔中意糖都得嘅，我就中意放少少糖落去。一定要慢火吓，不能夠大滾，一大滾嘅好容易苦嘅。睇住佢蝦鹽水咁木滾就可以噶啦。關火，等佢降翻落去80度度，降到80度。你間擠蛋清落去，格嘅墨西，一路擠一路搞，咁啊啲蛋白呢，佢就唔會結口，唔會蟹口，食到香滑，食唔到蛋嘅感覺，但係有蛋嘅質感。簡單食咗做咗好味道。呢個杏仁茶呢，3歲以下大肚婆就唔好飲住啦吓，其他嘅都可以飲，非常之絲滑，非常之靚啊！即係呢個杏仁茶，不單止女人嘅養眼生氣，依我哋嘅。鉗鉗啊，個肺啊，有熱啊，咁呢個安排上非常之好啊！哇，入口非常之絲滑，杏仁味非常之正。